天父上帝，阮用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阮知你是听阮的上帝，阮要分享你的听。愿你通过罗卜所分享的信息，会当勉励阮。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阮有一日拢要转去你遐。总是当阮知影，阮的生命有可能特别到落尾的时，阮未免得会惊吓。会烦恼，总是主你的听，教育阮灵，求你帮助阮，通过阮的分享，会当坚固阮的信心。我靠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我大先甲咱讲，我开始的时候，这 story 真长啦，我尽量讲短。开始的时是我的目睭，我的倒蕊的目睭吼。去年伫台湾的时候，有一块乌乌安尼，我无啥看，总是会当看。我去互眼科医生看，因甲我讲你年岁的代志啦，你这毋是啦，这无要紧啦，这好我就嘛去中华医院去检查，因嘛讲这就爱治疗，我嘛知影爱治疗。等来加拿大了吼，2礼拜后吼，迄个乌总无去，家己无去。我转来了嘛，拢无咧搁甲想啦吼。到7月吼，忽然间我的目只倒蕊的目睭又搁一块乌，即摆足乌的，看迄个光看袂着。直直拖差不多1个月后，我才知影讲，这无来互医生看袂使。我去互我的家庭医师看，伊甲我 refer 去互一个眼科医生。拢总有2个眼科医生甲我讲，看到尾因的结论是讲你的目睭拢无安怎。我讲目睭拢无安怎，他有这块。伊讲这着咱来找，所以因叫我去翕 CT scan。我11月去翕 CT scan，我拢无安怎，我身躯足好势，拢总无艰苦安怎。我去翕了，医生甲我讲吼。阮伫你的头壳内底看到一寡阮无啥爱看的物件，我哈，伊讲你马上爱治疗，你这真严重的代志。后来因则甲我讲，我的脑的内底有4粒 tumor 安尼，翕来乌，迄个头甲我留伫遐吼，甲我做全身躯的检查，叫迄个特别是叫一个。迄个神经科医生来吼，叫我用一骹徛去看，我就徛去看咧。叫我一骹举起来，另外一骹起来，我拢好势。伊到尾讲，你也无安怎啊？我讲我嘛无感觉安怎，真正拢无感觉安怎咧。总是医生甲我讲真严重。迄个波本来讲要甲我留伫病院，我讲 no， 我要转来。我因花转去，总是佫叫我讲。个咧落去迄个拜一，爱个去翕 CT scan， 翕颔骨内下骹所有看，因烦恼讲迄个 tumor 是对别位走去的。老实讲吼，要去翕拜吼，我是足烦恼的呢。这个用70几年啊呢，内底有啥伫的，敢若上帝知哪定呢？感谢上帝啦，去翕了讲拢清气啦，所以医生甲讲，即摆咱就是对付这个所在那点，讲是真简单。互我去看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甲我讲哦，我要甲你开刀吼，摕淡薄仔物件出来看，迄是啥物物件？伊讲有可能是良性的，你就免烦恼啊。我转去吼，拍拼祈祷上帝讲是良性的。12月14甲我开刀吼。甲讲要对遮开一空吼，我精神的时候后壁添25针，一空做大空啊。不过我复原真紧，我拜3开刀，拜6就我转去啊。过了迄个拜3吼，一群朋友叫我讲来 Burnaby 食饮茶，我嘛出来呢，去食饮茶，大家拢讲你是足戆胆呢。我吼实在讲，我拢无感觉什么艰苦。手术了，我嘛开脑一大刀呢。我真正拢无安怎呢。
佫会走去食盐茶，食到欢喜啊！了后癌的医生拍电话来，甲讲伊要见我，佫甲讲你来爱准备带病院带到后礼拜拜二。我讲要创啥？用你来，我要甲你治疗啊！我毋知影伊要治疗啥，我嘛无看到我迄个手术的报告，拢还未看到。我去伊遐，伊才甲我讲，你所得的是恶性的脑瘤，袂当开刀。我听起来讲，过去毋着等死啊，袂当开啊。我甲你讲我今仔日甲恁分享这个经验我是要甲大家讲咱拢有够直接医生会甲咱讲你所得的是足严重的，咱大家拢会拄着会变安怎？我甲你讲我足受气的呢，谁人我会着这？我的前迄个牧师娘1988年过身，伊是脑癌过身的。我甲我囡仔讲我的脑有瘤因马上想到因老母啦，因嘛烦恼到要死啊！我嘛烦恼到要死，因为我有甲顾过，伊安怎过我知影，真正是真艰苦啦！我真受气，我医生我去CT scan，医生甲我讲了，迄阵转来我拢无啥困啦，小丽嘛无困啦，我两个倒在面前顶个人。我足受气，我爬起来将我所有的人寿保险伫倒遐拢甲伊讲。万你爱领钱，你就遮都有钱通领啦。我一条命，还佫带你几千钱你会当去享受安尼啦。总是我迄早起我真早起来，去我的房间伫坐时我开始想这样代志。因为我迄个牧师，前迄个牧师，你咧破病的时，我问医生讲这脑瘤对对来，因甲讲毋知啦。伫脑内底对对生出来，伊毋知。既然甲毋知你丢就丢啊嘛。我嘛有想讲毋知会使提去互人未想了想倒转来，你要互啥人？啥人要甲你摕？你是要摕去互啥人？我迄个时阵我拢无怨上帝，我拢无怨上帝，上帝知影，我拢无怨你。我跟他问讲，我是安那会去着这啦？老实讲我到尾我相信我的信仰帮助我看另外一个角度。我开始问讲，我问我问我家己 ，Why not？ 是安怎你想讲你袂着癌？是安怎所有着癌的拢着别人，佫你毋捌你的人？我真正迄瞬间上帝互我看代志对另外一个角度看。当然我无真欢喜啦，毋过我真感谢上帝，我会当安尼看代志。迄个时阵我就决心讲，安尼好啦，我都要应付伊嘛，看要安怎在意都要应付我就想讲，好，我对我即马去，我若要亲像我的生活安尼，照我普通的生活安尼，我嘛搁倒转去游水啦，运动啦，我拢来啦。我拢袂艰苦，足奇怪。因直直问我讲，你的头壳疼袂？你头壳讲我拢无啦。伫这个中间我学足侪功课。我今仔日要甲咱大家分享。我今仔日讲到有可能会较伤长恁大家较吞论的我拄仔讲直接的反应是受气我毋信讲我有这个物件，我想讲医生可能看毋到我真正想这个可能性。后来我拄仔讲。迄个癌的医生拍电话叫我去，讲叫我带到拜二。我去了，伊甲我说明了，伊甲我讲，我今仔日开始要甲你做化疗。我听起来拢戆去呢，会讲做化疗，我头一个想到就是即个头毛落了了，过来喙会破，
过来1块人的2个。我都想遮，我做牧师吼，我探足者迄个癌的患者，因化疗了先做啥讲，我拢捌看过啊。我当哇，即么换我呢？毋过我嘛毋知影要安怎。去吼，伊敢若甲我讲要甲我注化疗的药啊，是不我的身躯了后爱注真济水，好帮助我的身躯将遐化疗的毒素紧杀出去安尼。我拢毋知伊咧讲啥啦，就人就去啊，就发住啊，开始住。我拜5入去吼，爱住甲礼拜暗，拢总吼1摆60点钟，倒伫遐地点滴60点钟。拄我开始是无啥物感觉啦，尾啊吼，真正是足无聊诶。足侪人问讲，你哪会爱看册？我讲你要试看觅咯，看你会当看册无？你要听音乐，我拢袂听。我敢若倒在遐黑白箱，看天花板。治疗吼，第一遍的治疗了，医生嘛感觉足奇怪，你遮尔侪岁啊，你哪有法度安尼？迄个甲滴遐水哦。我一暗去便所，去差不多10摆。1点钟、1点半钟就爱爬起来一遍。上帝互我有迄个运势吼，我咧讲，我1点钟甲即个中间吼，我拢咧困呢。我困到啥物程度呢？我困到吼，我诶迄个眠床诶迄个alarm在弹哦，我无听诶呢。我诶roommate就挡袂牢，迄叫护士来，我是困到迄落型诶呢。困到爱去便所爬起来去，转来搁困。所以我治疗中间我困到真好势呢。这实在是特别的稳定啦。我第2遍做了，头毛嘛无力，嘛是还佫遐好食。我想讲就无拄拄像人讲诶遐惊人咧。我有一个朋友吼，我好心，你知影？我知影伊是咧甲我安慰，伊甲我讲牧师，你吼爱有心理准备哦。你即马佫做落吼，你身躯会愈来愈衰弱，你的免疫力会愈来愈歹。你毋通想讲你做2摆无代志，过落都拢无代志呢。伊莫甲我讲这我袂惊吼。伊甲讲一个，我也要惊死呢！我过去要去治疗时，我惊到要死，你敢知？伫这个时阵哦，伫这个时阵，小丽去阮遐一间白人的教会参加一个妇女的聚会。我知影，我捌顾过病人，所以我知影。你顾病人吼，看你所听人伫遐破病，你一点仔代志都一点仔办法都无，敢若看伊伫遐受苦。迄压力足大诶呢，我知影伊安尼，所以伊讲伊要去参加迄个妇女团体时，我赞成伊去，伊去吼，因分做小组，迄个小组内底诶一个我毋捌诶是白人诶太太，伊有甲伊分享我开刀诶代志，伊写一个 email 来互伊。甲你的丈夫讲吼，去看《申命记》31章第8节，我就去看。咱台湾话今仔日的金句，耶和华要行伫你的面前，迄个面前是翻译的问题。迄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要行伫你的头前，伊要甲你伫地，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你无得惊，也无得论。我甲你讲吼，即句圣经节吼，伫迄个时阵我看到的时候，我真正感觉上帝咧对我讲话呢。我逐摆要去治疗是惊到要死呢。圣经讲上帝行伫你的头前啦，你会安怎？上帝拢知啦，伊无要离开你。伊也无要放杀你，毋免惊。即只圣经节尾啊，特长有一个长老写email，我嘛是因即只圣经节，即只圣经节对我
是一个足大的鼓励呢。我拢总做8摆化疗，1摆60点钟吼，我7摆吼，拢拜一就倒来，礼拜暗做煞拜一就倒来。医生嘛讲，你这会哪有法度通安尼？我真正足感谢呢。啊，上尾一摆要做吼，拄啊去拄着要过偌济。啊，我做第7摆了，迄个护士甲讲后边你要入来吼，你爱拜4入来。我讲是安怎？伊讲因为拜5是 Good Friday， 受难日，咱休困，病院无收病人，所以你一定拜4爱入来。我讲安那拜4入来，啊毋是做到拜6就了？伊讲嘿，我想着吼，拜4吼是耶稣互掠去钉十字架迄日呢，我互掠去地点低呢。我甲上帝讲拜托个拜托个。互我甲你的囝做伙个活，敢袂使？我礼拜早起要转来啦，上帝啊，个偌济呢？我真正拜6暗底了吼，别礼拜早起来甲我调会，10点外医生来甲我讲，你会当转去。我真正感觉个活，你敢知影？迄个感受吼，我无望恁过啦。毋过，迄干那我知影啦，对啊。因为这则圣经站吼，我去看《申命记》前尾啊，迄4章，迄是摩西要离开遐以色列人啊，伊知影伊的日子无久啊，伊有真济话，甲以色列人讲，现在我摕水一个。第32章的第1节到第43节，圣经的写讲，迄个所迄几节，迄40几节叫做摩西的歌。摩西用唱歌教示以色列百姓，伊叫因讲，恁着爱拜上帝，恁毋通去拜偶像。伊伫内底甚至用足强的话甲因讲，我知影，我若离开了，恁一定会去拜偶像。伊讲伊知。安怎会知？伊伫诶，因着咧拜金牛啊，佮伊无伫诶，恁一定会去拜偶像啦。总之，恁毋通袂记得，恁若拜偶像哦，上帝绝对无帮恁煞，恁着爱倚靠上帝。啊，伫迄个时阵，伊甲约书亚讲，咱今仔日读即句是摩西甲约书亚讲诶，上帝要行伫你诶头前，你毋免惊。摩西毋是干那教示以色列百姓，伊嘛甲因祝福，伊甲因讲上帝是听恁的上帝。第33章的第20节到27节，迄站圣经学者讲，迄是摩西的祝福的歌，祝福以色列百姓。虽然伊知影因会去拜偶像，总是甲因讲上帝还阁听恁，上帝还阁要祝福恁。这是有公义甲听伫遐摩西或者以色列人啊，伊嘛知影，咱会当想象哦，摩西带以色列人40年久，伊只干着以色列人甲教呢，连伊无肉通食，连伊无水通啉，那有诶无？啊，讲要佫倒转去埃及啦，阮到埃及就好势好势，你甲阮带出来遮创啥？伊互伊教吼，摩西，你会受气袂？我相信你会受气啊！摩西毋知受气几摆，咱毋知啦。啊，伊要将迄个职务要交互约书亚，伊知影约书亚会惊咧，伊甲约书亚讲这话，上帝要甲你伫诶，你毋免惊。咱对细汉诶是念金句，拢念约书亚第1章第9节，咱拢念迄则圣经，上帝甲约书亚讲，你着勇敢壮大，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甲你伫地。即句咱拢来念过。伫即句的前啊，摩西就甲约书亚讲过来摆啊。伫圣经的内底，伫申命记甲约书亚书
这两本册内底吼，这句话出现7摆，我唔知影写圣经的人是挑工写7摆，还是真正安尼有上帝通过摩西叫摩西甲约书亚讲，嘛有上帝直接甲约书亚讲，叫伊唔免惊。7个数字吼，伫犹太人是完全数的。上帝保证7摆，完完全全叫你唔免惊。我想约书亚有需要迄啦。我伫遮吼，我哪想到耶稣要离开伊的学生的时，伫约翰对第14章到第17章，迄是耶稣要离开遐学生的时，伊甲学生所讲的话。收完餐了，犹大出去要叫人来掠，伊伫遐甲因讲话。伊伫迄个时阵，还阁伫讲：我将我的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喜乐赏赐恁。一个人要甲掠顶是伊还阁伫遐讲平安甲喜乐呢？这个人若毋是神经有问题，迄就是上帝囝呢。耶稣伫遮嘛，甲遮的学生安慰，伊甲学生讲：恁伫世间有苦难。摩西嘛，佮遮以色列人讲：我离开了，恁会拄着问题啦。无人敢讲你绝对拢会平安啦，你一定会拄着问题啦。总是耶稣讲：我要找圣神，甲恁做伙大。恁会当用我的名，见啊所求的拢要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伊讲的话，甲摩西甲以色列人讲的话差不多，敢毋是？敢若有一个无共款的所在，摩西无法度通对以色列百姓应允讲，我要互恁得到永远我，耶稣有法度了定。呀，伫咱今仔日所读第16章第33节，耶稣明明甲学生讲：伫世间恁有苦难，总是恁毋免惊，因为我较赢世间。耶稣有这款自信。摩西唔惊唔敢讲，我较赢这迦南人啊！你唔免烦恼，伊唔敢。干那耶稣会当安尼讲。我伫这个治疗的中间哦，佫学一个哦，真侪时间啦。啊，我若甲你讲，我毋捌去想死的代志，恁绝对毋信啦。60点钟带啊吼，啥物代志我嘛想过啊。我对死的看法吼，老实讲，即摆治疗，互我对死有另外一款的看法。我哪去读摩西迄个申命记第34章呀？咱拢知影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到约旦河这边，上帝讲你袂使入去迦南地，约书亚带因入密河。写圣经的人哦，是将这个事件看作上帝对摩西的刑罚。上帝是安那刑罚你安尼，你知无？伫申命记吼我写伫对。伫申命记20章遐吼，有讲摩西吼有一日哦，以色列人甲教讲无水通啉，当解花，伊花甲吼足恶杂的，足受气的。上帝吩咐伊讲哦，你举你的管啊去击石盘，石盘就会出水。摩西去用加甲气甲破不掉哦，伊迄个管啊举起来从讲石盘啦。圣经讲哦，因为伊讲石盘吼，讲上帝受气啦，该讲你袂使入去迦南地。我跟你讲，伫遮咱会当看出来，连写圣经的人嘛安尼看。迄是一个上帝刑罚，死是上帝刑罚。你想要入去迦南地，你袂当入去，这是上帝刑罚。敢有影安尼？我这粒头壳真爱黑白想，我相信你拢知影。我伫遮2年久，我真爱黑白想。我无啥要相信这个圣经学者所写的。
我毋是毋信圣经哦，你毋通讲张牧师无信圣经。我是感觉旧约的作者吼，有时甲上帝写甲上帝个足歹的呢，上帝足歹的呢，上帝啊！我听的上帝，你去读旧约，你读看，你会感觉伊会听。我伫想讲，做一个人来讲，咱人甲人就好。有一个人为着你做40年久啊，一日到晚安尼教，为着安尼讲一摆就会盘，你就讲你袂使入去迦南地。上帝敢会遐歹？我信的上帝毋是这款的上帝，绝对毋是啦。我安怎信你敢知？我相信讲哦，上帝看你120岁摩西哦，一日干毋过这阵交囡仔安尼甲吵，吵到我要气死哦。上帝甲摩西讲：你好啊啦，你转来休困啦，你转来休困。你对咱伫教会内底一个人过身，咱敢毋是讲伫主的内面安休？毋过咱若要拄着要叫咱安休的时，咱拢话要惊死呢。敢毋是安尼？我嘛安尼啊！咱逐个拢会拄着这个时阵哦。我直接甲恁分享这个，这是我家己的。我真正安尼想，咱毋免将死看作上帝的刑罚咧。上帝叫摩西等于休困呢。你若读到34章哦，我搁较会当证明讲，迄写圣经的人毋知伊伫写啥啦。伊伫遐讲摩西，上帝叫伊去伫一个山顶，爱怎无落来？百姓等伊足久无落来，因想讲摩西大概伫顶头过身啊，因爬起哩去找摩西的信息，找无。迄个圣经的写圣经的人安怎写呢？讲上帝伫山顶死去，上帝甲伊埋葬，伊哪会知？伊找无摩西的信息吼，伊讲上帝甲伊埋葬呢。上帝有甲埋葬无？我毋知啦。总是我想一项真奇怪的代志，到今仔日。考古学家去找无摩西的信息，伊圣经内底讲因找无摩西的梦啦，讲上帝甲埋葬因找无梦。我这个大概我白想，我想到对呢，想到马太吼，马太的我写拢毋知走去对呢。伫马太有记一个故事讲吼。耶稣带3个学生去山顶，伫遐变貌。圣经讲摩西甲以利亚来甲耶稣讲话，你会记得告诉我？摩西甲以利亚来甲耶稣讲话，以利亚是上帝所拣选的先知。圣经讲吼，到伊上尾来的时，伊无死哦，上帝甲伊接去天顶。这两个人，摩西会死伫走去对，咱毋知。毋过，甲耶稣讲话时吼，以利亚甲摩西做伙呢。我伫想讲，敢会上帝往哪接伊去？因两个共顶的嘛。要甲耶稣讲话，就叫这两个，村里拢捌死过哦，连耶稣家己嘛有死过。可能以利亚无死过。圣经讲的啊，可能摩西嘛是上帝甲接去呢，有这个可能性敢无？这吼，圣经无安尼写，这我后白想的，60点钟拄伫遐你滴电梯，我无要安怎？实在讲吼，我真正相信上帝袂遐尼无听心啦。摩西讲石盘，你会记得摩西对西奈山落来？摕迄两块石碑，看到以色列人在拜金牛啊，伊将迄两块10条界，上帝互伊10条界摔落去土骹摔破呢。上帝若要甲修理，迄阵啊就好甲修理啊。敢无比讲石盘较严重？
例如我伫遮真正看，咱敢有影真正将这看作暗号？咱拢会死啦，咱拢会死。总是咱若迄落确信讲，死了后我是要去上帝啊，要登去上帝啊，死敢有遐尼通惊？死敢有遐尼通惊？耶稣甲咱讲，伫世间恁有济济苦难，恁毋免惊，我较赢世间。伊阁甲咱讲，我要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你敢知马太福音段是只真趣味的一本册？马太福音的开始吼，是圣诞节故事。天使去甲约瑟讲，你的某玛利亚要生一个囝，伊的名要号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敢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段上尾章的上尾节，耶稣要离开以前，甲学生讲：我要日日甲恁三甲伫地，到世间的路尾。迄嘛是以马内利，敢是？你有看马太福音段开始用以马内利，结束嘛用以马内利？拢总是上帝甲咱伫地啊！这中间呢，这中间所记的技术，有好的代志，嘛有歹的代志，有无做人互人掠去电视机迄款代志，包含伫中间。开始上帝甲咱伫地，结尾嘛上帝甲咱伫地。咱今日唱头一首圣诗，我真爱这首圣诗。因为这首圣诗哦，将基督教的历史神学拢写伫30个内底。开始的时，伊承认讲上帝踮天顶管理宇宙出命令。啊，咱的历史改变总是上帝无变。第2节伊就来讲到国家兴旺甲衰微，在地上帝的圣旨意，世间荣华甲富贵。哪像草木渐是衰？迄讲来到国家，甲咱较晚。第1节咧讲宇宙甲历史，这国离咱足远诶。第2节讲到国家，世间诶荣华，甲咱较晚。上尾一节，伊倒转来到咱每一个个人甲上帝诶关系。伊结尾上尾一句，伊讲：阮爱踮伫你实下。上帝会听，伫遐，互咱会当踮伫伊诶实下。我今仔日的题目叫做体验上帝的听。我无用经验上帝的听。经验吼，别人的经验你往哪会当用呢？别人的经验你会当用啊？总是若讲体验的时吼，是你亲身用身体去经验着。迄是你用生命去经验出来的物件。经验别人拢会，别人的经验你会使做参考啊。我今仔日甲你讲的，这是我的经验啊，恁会当做参考啊。总是你若真正去体验的时，迄是你会着用你的生命去吹出来的物件。你会去伫约伯吼，伫迄个安尼受苦了后。伫约伯第42章的第5节，伊甲上帝讲：我前用耳孔听见你，这是经验啦。人甲伊讲呀，上帝是安怎，伊就听，这是经验。伊过落去甲上帝讲安怎呢？当我用目睭看见你，伊受苦了后，伊讲伊即马毋是听人讲安怎。伊即嘛是目睭甲上帝面对面，迄叫做体验。我对主日落的时候，就真爱唱迄条歌，叫做《我的信心若无定》，咱确定要唱。我知影这首诗哦，较少年的拢较无啥会晓唱。这首诗是囡仔歌啦，真单纯的信仰。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你确定啊？你入的时，你想迄个意思？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我可劝恁，我那用恁的
身体去体验上帝的，你体验出来迄项物件，才是你的，毋是听人讲。阮拢伫咱里北边有一间教会，伫遐咧礼拜18人的教会，迄牧师30几岁、30-40岁来听，足够讲道的呢。我听伊讲道，听甲耳啪啪啪呢，足够讲道的。伊有一得讲信课的问题，信课，伊做 PowerPoint 就做演讲，1岁半做贴伫遐。伊讲这个囡仔我甲掠来甲蹬去空中伊拢袂惊呢，伊笑甲嘎嘎叫呢，欢喜甲要死呢。伊讲普通人甲你蹬去空中，你一定会惊嘛。总是这个囡仔拢毋惊呢，伊笑甲欢喜甲，是安怎伊袂惊？伊知影因老爸会甲信啦，伊知影因老爸一定会甲叫你啦。起哩伊无得惊，伊会笑落落来，老爸会笑伫啊。伊上尾我想这是伊家己写，因为无讲什么人写。我足感动的，我抄起来放伫遮，我有写英语甲台湾话安尼互咱大家参考看。伊讲咱有基督的十字架做咱的瓦壳，有新天新地的愿望，有圣父上帝扶持咱，有圣神甲咱同在，所以愿上主的平安甲你伫地。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今日宝伫遮的分享，通过你的卑微的萝卜的经验，阮伫遮分享你的听，阮感谢你。天父上帝，阮伫遮对你献上感谢，愿你的平安伫阮的中间。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有一地袂记讲互恁听我咧讲，大家化疗拢咧落头毛我去剃头，你敢知？我头毛长甲去剃头，我去剃头的时候，迄是伫 South Surrey 一个 Amy， 恁等下中间有人可能捌咧。伊要甲我剃，我拢无讲。伊甲要甲我剃头的时，伊甲我讲：牧师，你是安怎后壁家己去加一空啦？是安怎啦？我讲咧加一空，我头壳叫我一空啊！你要加一空，我才甲伊讲。伊甲我讲伊毋是基督徒，伊讲恁上帝足听你呢。我足感动的呢。我去修理车伫咱里遐嘛是一个台湾人。真久无看到我讲我都拢无咧赛车，即摆去开刀。伊甲我讲，我若毋是基督徒，恁上帝足听你的呢。因为我化疗拢总无拄着喙破，无真的。我毋是讲上帝无听，上帝真听我。总是我要甲咱讲这样代志有一日恁一定会听到小李甲恁讲张牧师得到迄款病无救啊呢，医生讲无法度啊。恁迄阵毋通讲上帝迄阵有听的，即嘛无听的，无即个代志。这毋是我的问题呢，你嘛拄着这咱拄着歹代志是咱拢会骂上帝咧。实在讲，上帝无欠咱，你敢知？上帝永远无欠咱呢，伊听咱。总是有一日恁若听到讲我伫遐咧病甲要死恁毋通想讲上帝帮杀我毋相信安尼。即项我想我真爱紧爱甲恁讲，多谢。